我喜歡儲錢，所以如果要睇中醫，我會睇政府嘅中醫。上一輯為你哋講解咗如何註冊政府18區中醫診所服務。由於中醫診所不能拍攝，所以今日為你聲音導航講解睇中醫嘅流程。喺18區中醫診所服務手機應用程式預約之後，就按照預約嘅時間、日期、地點，提前15分鐘到達中醫診所。到達後，首先要拎你嘅香港身份證，響登記處進行登記。登記完畢後，即時就需要付款120元，包括診金同埋5日嘅藥費。職員會俾一張白色嘅紙你，上面會有你嘅名、你嘅編號同埋中醫所在嘅房間號碼。診所裡面會有電子顯示屏，顯示每間房問診去到邊個編號。當到達你嘅時候，你就可以進入你所安排嘅中醫房間內。一般香港係會關門問診，問診完畢之後，中醫會俾藥單俾你，你就拎住張藥單去藥房，藥房就會進行配藥。配藥期間，你可以先坐低等候。診所裡面嘅電子顯示屏亦都會顯示藥房配藥進度。當到達你嘅時候，你就拎返你手上嘅籌號，俾返配藥員。配藥員會再次確認你嘅名，跟住佢就會將你嘅藥遞俾你。咁樣整個過程就完成㗎啦。如果覺得短片有用，記得關注點讚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